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殿的地基。圣殿的基础是什么？当然我们知道建筑的地基是非常重要的。三峡教会建堂的过程当中呢，基础工程大约就花了半年的时间。后来1楼以上每层楼差不多是1个月的工程期，可见建筑的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的。不但耗时，更是耗费经费。即便是如此，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绝对不能偷工，也不能减料，更不能免的。圣经经常以耶路撒冷来比喻以色列人，而圣殿的基础想当然就是上帝本身。圣殿是上帝与人见面说话的地方。如果是如此的话，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就是圣殿的基础了。也如同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里面所说的，乌西雅王逝世的那一年，我见到了主，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长袍覆盖了整个的圣殿，在他周围有天使撒拉佛侍立，每一个都有6个翅膀，2个遮脸，2个遮体，2个用来飞翔。他们彼此呼应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的万军的统帅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他们呼喊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。圣殿里充满着烟雾，我就说我完了，我惨了，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都不洁净。况且我还亲眼看见了君王、上主、万军的统帅。司提反在被抓之后，在会议当中见证主耶稣基督。他强调圣殿不是上帝所需要的，虽然是上帝允许所罗门王所盖的，但事实上上帝并不住在圣殿里面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创造者，是建造世上所有一切的主，何须世人为他盖一个房子来居住呢？其实圣殿就如同摩西时代的会幕一样，目的是上帝要借这个地方跟人见面，跟人说话，而不是上帝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居住。与上帝的关系是我们的圣殿基础，因此基督徒怎么能够没有教会生活呢？没有团契生活，没有礼拜生活，以及没有灵修的生活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信仰的圣殿基础就是太危险了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记载的司提反的话这样说道：我们祖先在旷野有象征我们上帝临在的圣幕，
是上帝吩咐摩西照他所指示的模型所造成的。后来我们祖先继承了这圣幕，当上帝在他们面前赶走外邦人占据那土地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他们把圣幕搬到那里去，直到大卫的时代。大卫蒙上帝的喜悦，就请求为上帝，就是雅各的上帝建造一座殿宇。可是后来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却是所罗门。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，正如先知所说，主啊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？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，你们心胸闭塞，充耳不闻的上帝的信息，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，总是跟圣灵作对。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？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。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，就杀害了他。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，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的，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。诗篇72篇，上帝啊，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，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，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，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愿全国享受太平，愿全民共尝正义，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，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，并击打欺压他们的人。只要太阳照射，月亮发光，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。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，像甘霖滋润大地。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，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。他的王国从这海伸到那海，从幼发拉底河到他的尽头。旷野的住民要在他面前叩头，他的仇敌要扑倒降服于他。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，示巴和西巴的王也带来贡物。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，万国要服侍他，能救援他向他呼求的穷人，他帮助贫苦无助的人，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，他拯救穷苦人的生命，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，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。愿王万岁！愿他得到示巴的金子，愿有人不断的替他祷告，愿上帝时常赐福给他，愿土地盛产五谷，山岭布满庄稼，收成跟黎巴嫩一样的丰富。愿城市人烟稠密，在野地滋润青草。愿他的名永垂不朽，愿他的声望如太阳长存。愿万国因他蒙福，愿万民为他祈福。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唯有他的成就奇妙的事，要永远颂赞他荣耀的名。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。阿们，阿们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。
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信仰基础，让我们养成好的灵修习惯，跟上帝有好的关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将信仰圣殿的基础建立在你自己上面，成为稳固的生命建筑，来荣耀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